民間有愛，客家有情。人生總會行到無路，唔是講，該唔係青頭，係提上眼裡，愛做完了。有請你來到有愛無蹤嘅生活，共下來轉個彎，看到獎。歡迎好朋友又一擺來到轉個彎看到獎有這節目，我係麗麗。今邊又我來講故事咯。今邊嘅主角佢係隻看到無做無封片嘅客家妹喲。佢係苗栗人，那係有一個師傅嘅休息站，也係南莊嘅老街，可能你都有看過佢，因為佢係都會唱歌嘅街頭藝人咯。佢喊做楊玉芬，楊玉芬，玉芬佢都愛笑。今邊啲節目，等下你都會聽到佢緊笑。笑到都歡喜嘅聲，可能因為想看唔到，因為笑會出來咯。玉芬佢又同人講，佢係用俾自己嘅生命生活地步，見到佢快樂嘅秘訣咯。一下先來數他佢啲人愛到什麼嘢嘅單嘢，佢又來感謝每年咯。愛是夢把愛帶愛去了，愛是夢兒中愛明亮無足，愛是夢想愛本愛希望，愛是夢兒偏愛行過痛苦，人生路感謝有你，愛當是夢兒。當是夢兒，大家好，我係楊玉芬，我係張無祖看唔到嘅細妹，其實細細嘅時間我還看得到，因為我媽媽咪係藥師，就係家嘅無祖咩唔冇，所以我出世界下我咪同佢傾樣看唔清楚，到實習世界下因為搶公園嘅關係，我看唔到嘅，嘅時間我非常嘅驚，唔點樣嘅真好。我媽媽已鼓勵我繼續去讀書，嘅時間我係各種語言生，我就繼續去到嘅蒙語嘅學校，就係學校地部全部都係冇做唔方便嘅人，去嘅繼續讀到高中，後來去台北念大學，大學畢業以後我開始做唱歌嘅工作，我唱歌嘅表演係自彈自唱，就係彈鋼琴、演唱歌嘅，我唱嘅歌嘅就係流行歌嘅。哎呀，今年呢又從事創作寫詞嘅歌嘅。到2018年嘅時節，我發了一張創作嘅唱片，按到夢想嘅講，我非常嘅感謝蕭煌奇老師給我一個機會，一次鼓勵我自己寫歌嘅。佢講唱片人嘅歌嘅係一種感覺，但是唔係做嘅寫自己嘅歌嘅感覺又會冇同樣，所以到也一路上我非常嘅感謝我嘅屋企人，我嘅媽媽唔管樣嘅，佢就非常嘅支持我去做我想要做嘅事情。佢講唔管錢賺多賺少，我就係快樂。佢超喜歡看到我快樂嘅樣嘅。還有我嘅朋友，一次就每當支持我，當鼓勵我，還有當到一路上讀到嘅老師，本愛當到嘅建議，還有鼓勵，本愛到一隻歌唱嘅路上，有當到嘅勇氣。喺到今日嘅時節，會到苗栗嘅師傅休息站，還有南莊嘅老街嘅位唱歌嘅。都嘅咩感受到當到嘅人本愛嘅支持，
本来感触清楚的就是大家的重伤，因为我看唔到，所以大家的重伤对我来讲就是心态的鼓励。我听到大家答数，我就会唱到很加欢喜。我当欢喜做的唱当到的歌的本大家听，然后我喜欢的歌的，还有大家你喜欢的同我点的歌的唱本大家听。甚至我做的唱，我下一个的本也都听。我希望也都歌的做的对本大家当爽快，当听起来无压力，当轻松，当欢喜的感觉。一路上做的感谢人真是太多太多的。其实我感谢系我自家，时常我会知道当失望、当难过，无助遇到某个难题的时节。我会知道有一啲的缺，有一啲的唔对用的，但是感谢我自家一次一次的俾我自家当多嘅力量，一次一次的俾自家当多嘅机会，做得鼓起勇气继续行下去。有时间我们知道当冲用行的按久，行做黑暗的，按过有时间。你转头去看，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行到暗夜呢。所以我感谢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的感谢的还有我自家，就是当到知道没办法再下去的时间，还做得本自家当到的机会，就算你再下来会形容的，咪当勇敢的继续前进。我爱感谢你。爱当什么你？哇，跳前冇路嘞啦！停下來！唔係愛停，係愛轉彎的啦。你看下轉個彎，看到獎。咱们看到奖，今日的俺个节目来到一只活动奖嘅什么哟？客家么哟？系用肉饭，系用肉饭，系冇？系啊，大家好啊，我用肉饭。哎呀，人家客话啊，讲喺边嘅客好呢？冇啦。唔過今日俺情況係哦，肉飯係唱廟裡來嘅嗬。特別有一隻機會，俺兩個係啲同場表演。係啊，東橋嘅嗬。其實我聽到係呢從一首歌嘅，係做傳奇。哇，嘅空靈嘅聲音，哇，都好聽呢。很自信。我想當然認識俺嘅肉飯嗬，都係。聽你唱歌嘅下多嗬，係啊，都當到嘅地方就唱歌嘅。聽下有聽到你講你好唱歌嘅，有係啲魅力，唔過來台北讀大學，咁係讀乜嘅音樂系哦？我係讀中文，中文系。阿冇寫小說，我還有寫歌詞，做得算啦。做得，係啊。唔過唱歌嘅，尤其特別看到你係自彈自唱嗬。我用鋼琴自彈自唱。你細時幾度開始學啊？係啊，我細時間，我媽媽就知道我當初對音樂有興趣，我係屋卡嘅獨生女。所以我媽就知道，驚我無聊，所以就買一台琴俾我練，請老師來教我彈琴。聽下大家有聽到你講媽媽咪係弱勢嗬，佢可以通過教育佢聽懂盤的嗬。佢係有說法，其實佢會他啲冇做唔方便的人是有乜解。因為有當到嘅視障者家嘅爸爸媽媽可能係冇做冇問題嘅人，佢就冇辦法去了解講冇做唔方便會應用嘅狀況，咪會限啲使用嘅照顧。我讓阿媽媽嘅好處就係佢咩唔方便，所以佢會提講那個時間嘅可能需要佢
天数啊，那个时间啊，可能是要用的注意到照顾。我有趟我一个好朋友佢咪係母豬冇放片啦，佢講家務卡都係爸爸媽媽團結全部係母豬看唔到，唔過家嗰個看得到，佢講家嗰個當菜講呢。用嚟講，因為也三沙全部看唔到嘛，佢要照顧三個人啦，乜嘅事情都會去做啦。佢講佢咪當菜講，家上面都地講，哎，我們三個是一國的，佢開玩笑啦。唔講佢講地不卡嗬，家嘅嗰個都係因為爸爸媽媽同弟弟嗬，全部母豬冇放片，佢咪看到佢自家嘅責任嗬，很重嗬。我老一般人冇窮樣。你細細自己開始那種有一點弱勢的，嘛看到光，還看到模糊嘅身影。譬如講，一下坐到我嘅面前，我就得看到，可是人嘅模組就係人嘅輪廓，人嘅五官啊，可能看唔清楚，但是人用嘅我就得看得清楚，安尼。古早嘅時我就做得便宜講嘅動向啊你，唔是啊，我看出啲唔過會唱歌嘅真有一點天分哈。係啊，細時間還是當好唱歌嘅，就係對音樂當有感覺。我媽媽講嘅細時間。細年就好聽筒啊，就是最喜歡誒冇事情就東看西看念聽筒，啊彈到音樂我就會點下來，你講就會去尋那邊有音樂，我就會點彈，我從細對音樂我就當上就會特別的注意。媽媽會唱嗎？佢當我唱歌嘅，媽媽特別都會開玩笑講，唔明啊，我唱歌，你話我唱我，唔講係啦，遺傳得好。唔過，你就看到講媽媽對你咪講啊，乜嘅都唔幫你做，我嚟同你聽書啦，你好好啊，哋真係當小公主啦，佢咁嘅表示幫你時間做咯。其實我一下轉去，我因為我一下都特別自己一層嘅，我到轉去冇另外都知道我轉去係公主，因為都特別全部都係自己來啊，我轉去我就會。同阿妹有一些塞奶啊，阿媽我攞嚟做乜嘅，總之就係公主。其實坦白講，就係也一路向從我開始自家吃定去表演，冇做係老人，以前可能係媽媽批定後來就係我吃定自家處理我自家嘅事情。坦白講媽媽一開始佢係有一些反對，佢知道安尼當危險我當像當故事用嘅，我做到佢講唔怕我一下，雖然講還蠻有當到細唔過，一下係冇老我表述咯，本來去學嘅話，我都試實我還係唔曉得，佢知道當有道理，所以佢就咪慢慢嘅表述。其實我讓我媽媽一件事情咪努力清久嘅時間。就係叫我表述我咩話，我願意去吃。我想你媽媽都係想講，你睇下佢講你14歲，都完全看唔到，所以佢會笑，佢會煩惱吼。佢當時佢想我聽，以後我按用嘅佢嘅時間係我去說明，我講我冇辦法嫌棄，因為我唔合按用嘅。嘅時間完全冇做冇去想講音樂做得，因為音樂坦白講屬於下冇問題，又冇講當會唱嘅時間，那又想講佢做得變硬嘅工作，所以我媽嘅時間非常嘅少。後來慢啲就係一機會來嘅，就當唱你咩不差，你唱歌嘅，你又喜歡，那又做得出你嘅錢，媽媽就下放心嘅。哇，媽媽以後的地府卡就3000都可以啦，其他都卡有時間嘅，就印堂都給標愛唱歌嘅，你就係我嘅頭號粉絲，頭號粉絲啊，係啊，
我想可能佢咪會吞丁沙講，哦，也係我嘅妹哦，都會唱歌哦。其實我媽媽當謙虛，所以同人同伊講，我妹當我，我媽如講冇啦，安尼哦，我媽媽當客氣嘅種人，其實睇下低調，其實知道還好，所以佢咩當感車當當然不愛機會啦。哇！佢歡喜啲心肝度啦，所以我想媽媽一聽你細細時嘅度聽你唱歌誒，咪會俾你一些意見我未定有時間咪會去嘅婚禮啊，冇到米雅春酒啊，冇到乜嘅活動呢度會去嘅唱歌誒，媽媽開始要聽定你係冇？一開始佢就應該講佢可能係我替一個經紀人，所以佢會批定我讓我總當到嘅事情，我可能會聽數，後來就係我自家自定去處理。有時有幾嘅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媽嘅時間我可能我唔聽數做乜嘅。媽媽一聽情況喜愛對旁邊同你聽書啦，係啊，個根本要很榮幸邀請嘅安慰唱歌嘅客家妹，然後來嘅節目度來聽你唱歌嘅啊，先來清唱一下好嗎？好啊，好，唱一首客家歌，好，我唱嘅一條歌嘅係我去年彈到一首當好彈嘅歌嘅，按到韓歌。韓歌填了真順好，韓歌甜甜嘅蜜起毛，韓歌阿婆嘅記蹤，也韓歌阿媽嘅養樂多，韓歌阿妹教書嘅小號，韓歌阿爸嘅鐵路橋，韓歌演主公嘅三樓，也韓歌家門口，思想短路出隻皮走，總有一日我會行到，我會行到，還記得我嘅夢想有幾多還茫草，還記得我嘅夢想講起來嘅快樂，還記得我嘅夢想用杯春到枕頭貼到眼角，還記得我嘅夢想做得老愛講。哇！安和堂掌聲鼓勵，也係楊玉凡來同現場演唱現場最難呢，要考功力咧，出考題本我想特別嚟睇下有聽到講嘅玉凡啲嘅師傅啊，啲嘅男眾有啲嘅唱歌啊，當到嘅相親從排有看過你有咩我有人專門去聽嘅唱歌嘅粉絲我記得有時唔會老愛打招呼，佢就會去彈初練彈，彈完差唔多嘅，佢就點點嘅就走嘅。嗰首呢啲嘅彈啲嘅唱，呢啲現場有幾多年嗎？就係彈太架搭數嘅上有時就會誤判，還是會知道當初冇乜人，我媽媽就會攏係講，唔好要到一下冇人咯，當多人咯，我當數一年咯。你本來想偷偷休息一下，可能我開始唱嘅冇按曲嘅歌嘅，我媽媽可能醫療嘅藝堂度叫做講唔好要到一下冇人咯，當然。哇！媽媽會講阿姨休息一下，唔愛再唱歌嘅。冇啦，冇，因為媽媽佢下考試就係佢前幾年家嘅聲帶有時嘅影響，所以佢下冇乜嘅辦法唱歌嘅。冇佢頭髮唱歌嘅算當好聽嘅。
你个妈妈烫你从过的记忆一定都动风去了。对啊，你跳下又烫到萧煌奇老师没有鼓励你，我经常陪你的歌呀。对啊，我是个啥？因为这样么？啊，创作呢，还非常的强，还这种哎做无这种还是要做的下歌诶，哎这种还无创作的天分。按过老师就来讲，怕就是下，反正你就下嘛该东西你就从来谈唔怕，所以我就从一开始可能哼哼唱唱旋律啦啦啦无歌词，我就从旁边唱，按佢就来讲哦。就迄几位以国语流行歌曲的，因为我是写国语的嘛，其实我以流行歌的角度人来讲，耶稣歌的当好听啊，毋过我本来就会建议，但是慢慢的了解到哦，原来写歌的做黑暗的，所以给我一直鼓励我去写，然后出了唱片以后。有时间读到，因为我讲有多下歌的嘛，冇停哦。哎哦，咩好才给人冇，我可能有时间啊，只有创作迄一天对我来讲，一另外讲就是要花很多的心力，然后有时间就会难死，你知道唔想写，所以我会知道好才给人，我才想写伊。我想大家会好奇哦，就讲你系先弹琴有个旋律，还讲你有个歌词，因为中文系嘛哈，你用的嘛个先开始呢？我一般系先有旋律，再填歌词，啊咩有嗰种唱下出来嘅。我哈首先有歌词，再有旋律，啊不过因为我一次就有都会写，所以其实我手机的底部我随时就会记录到会，譬如讲弹到乐器嘛个发，无就讲上到嘛个我老记录下来，所以我手机里面其实有都会歌词，只是还蛮有填音乐落去，就得吃看呢。哇，所以大家都会想，给唱给跳下给玉凡啊，给讲给走的一首一首的歌，在他的脑海里面呈现哦。大家很好奇哈。专辑名称叫《梦想的光》，梦想的光。走的来推荐一首吗？好啊，我就先来呀。调完都想爱唱歌的本你堂，想要唱歌给你听，其实就是下本所有支持我嘅，唔管是我嘅屋企人啊朋友，我認識嘅，也係我唔認識嘅，可能係到哪個地方有聽過我唱歌嘅，就會感謝大家一次幫我鼓勵，一次就到我嘅身邊。大家都來唱也是好聽嘅歌誒。想要唱歌给你听，美的也跳歌诶，我先休息一下，等下这个转头转在位可到酱哦。无论在任何时候。最爱音乐陪着我，跟着节奏，轻轻地唱着熟悉的歌，简单的快乐。站在梦想的舞台，多慌都不说出来。你的加油是我的力量。让我勇敢，不再害怕。想要唱歌给你听，所有快乐、悲伤都唱给你听。小小的盼望是眼里灿烂的光，美丽的幸福脸庞都被照亮。想要唱歌给
想要唱歌给你听，所有快乐悲伤都唱给你听，小小的盼望是眼里灿烂的光，泪里的幸福脸庞都被照亮，想要唱歌给你听，把所有的梦想都唱给你听，再大的风浪冲不淡我的向往，再受伤也要继续迎着希望，轻轻地唱。欢迎这个转到转参位看到奖，今比的节目要唱的是杨玉凡哦。跳下有唐玉凡给写给所有的都是想要唱歌给你听。唯有英雄也赞你是讲男朋友吗？是咩？是太假，是太假啦吼！我还想朋友动动英文哦，玉凡也可以上动像王菲呀，是许茹芸哦，多像张清芳，什么像？反正佢喜欢慢年就叫慢年。可是你大家想到底，你做得冲动过吼？我知道动感车松田本来一个不错的声音，就是有老师就讲，也是松田送翻声。反正我出去唱歌的，我就唔会摇到，我就会有机会。安尼，就是我的声音，当然讲就是动容易吸引到人嘅嗰種聲音，所以我當感謝松田本來也就能力，我好好的利用佢，好好的使用它。我想动动你们动欢喜烫动你唱歌的啦哈，也有疗愈的效果哈。感謝大家。他还有讲到，给萧煌奇老师哈，给推听说讲，鼓励你自己创作，每推你出了CD 哦，系啊，给很系1000块时，ให้你得到一个歌唱奖。好，将有机会来通过合唱，赶快是有按那个一连串的后续的一些影响呢。系啊，做迄当年我参加北妇营身心障碍才艺奖，我得到国创组的第1名。迄时节比赛给片主有讲音乐会的时节，就对萧煌奇老师叫他唱歌诶，佢都我就排练的时节，佢主有老我讲，我其實做得自家寫歌的這款呢，係做得唱做得寫會很好。可是我自家專心我卡練習我用的詞，我就始終我冇辦法寫歌的。到過了2-3年，有一個機會我又讀到老師老家嘅經紀人，就有聊天。嗰時節咪一個送一個課，個課結束了以後，家嘅經紀人就問我講，係做得有人嘅作品有興趣冇？老師做得教，當然好啊。我嗰時節上嘅唔係講愛出 CD 啊，係做得編成用嘅歌詞，我上嘅係我當上嘅學習。我知道我還有當多是有好些嘅地方，就係我當上愛唔管係唱歌嘅啊，也係嘛嘅表演相關嘅，我當上愛繼續嘅學習到自己變成一個很專業嘅歌手，所以我就開始同老師叫我合作，合作嘅差唔多3年lang嘅時間，就係因為創作係需要較多嘅時間去摸索。所以真件當非常嘅感謝老師對我研究，其實應該做咗可以發嘅，但是因為我創作拖太久。那想老師都係一直在等待了等你突破心理的障礙啊！我就知道，當初冇機會嘅，因為我就說冇咁樣等研究啊。有一年有時間當奇怪你說冇上岸到嘅時間，歌會做出來嘅。就老師講，老師我要歌嘅，我要歌詞然後歌曲就要
做在全部堂，我讲当然做的人爱都知哦，我记非常菜。佢冇聽講佢電動橋嘅，佢從來冇講一句話，但是我6萬元嘅月，我要統計到講按子寫，因為我真見知道冇因為點難救，人家當多事情可以做，冇出來就算了。咩啊？佢出10種嘅，你長出嚟。還好，我冇半夜等10年，冇半佢10夢啦，哈，還係期望做的老給完成，所以就咩想當到方法，當努力想愛老給做到。嗰時節我都中間有遇到瓶頸，我沒有下訊息啦，老師講我很焦慮，怎麼辦？老師講我講，我相信自己做得到，然後去想辦法主動來講，一定做得，我相信自己。所以嗰時節，因為我入到一隻新的就創作對我來講係沒有那麼熟悉的，所以我有深度有動到嘅小劇場，所以就感謝佢哋一次一次俾我鼓勵，就係鼓勵我去做唔怕。佢比你自己很有信心嗬。係啊，我知道創作我下個以後我做真嘅冇窮用，我前一步嘅去上一隻天師，我就下訊息了老師講，老師我去天師台樂隊演奏啊，嗰位我好感動哦。其實我講係啊，所以我繼續寫歌啊，真嘅冇窮用，冇窮用哈。我想我以後沒有機會哦，被小黃旗來從你寫嘅歌呀。好，咁咪係有可能嘅哦。其實按講按多都係來繼續來聽羽凡來唱歌嘅啦，哈。睇下按唱嘅要唱給大家聽嘛。咁有意思嘅故事。有一首歌嘅按都看到今後嘅自己，看見最好的自己。其實係寫我到台北嘅位心情，因為我到台北係上人黑，但是我總喜歡行出去那位老太家，看下講講笑笑老太家交流嘅感覺。唔過喺我零沙冇做係可能冇親熟嘅人，冇做係朋友，還是知道唔可以做係自家人關到房間底度做得了，冇強要人強下，我就希望自家做得記得按樣嘅感覺，就係愛充滿能量，然後很開朗去面對當年。所以我就寫一條歌嘅，我知道佢對我來講係本愛自家嘅歌嘅，就係看見最好的自己。微風輕輕掠過臉龐，綻放笑容燦爛模樣，輕快腳步踩着陽光，我愛上這樣的釋放。城市裡的夜晚，簡單晚餐獨享，放鬆的小時光，聽歌發呆，胡思亂想，好姐妹的話題，電話裡的秘密，星星們在偷聽，一閃一閃的亮晶晶，偶爾會遇上情緒來作怪，一顆心糾結又無奈，想法轉個彎，放手就會愉快，明天就開始新的期待。微風輕輕掠過臉龐，綻放笑容燦爛模樣，輕快腳步踩着陽光，我愛上這樣的釋放。
浪漫，聊心事，谈现在，交换彼此的幸福感。生活很自在，日子很简单，享受空气里的平淡，让快乐的感受把生活填满，每一天都要过得勇敢。微风轻轻掠过脸庞，绽放笑容灿烂模样，轻快脚步踩着阳光，我爱上这样的时光。如果偶尔有些不如意，保持乐观当掏钱踩地，每一天都看见最好的自己。微风轻轻掠过脸庞，绽放笑容灿烂模样，轻快脚步踩着阳光，我爱上这样的时光。绽放笑容灿烂模样，轻快脚步踩着阳光，我爱上这样的开朗。哇，动向送的艺术歌诶，看见最好的自己。有飞也够吃冻豆呢。嘿，我就因为也是扎较轻快的歌位，我就想讲，唔可以搭团做强用的歌词，所以我就跳老几下拢冇强用，每本自己来练习。不过也未讲到大家好奇的提缝都会讲吼，哇，大白吼，那看到歌词都会头痛。哎呀，明眼人都会讲，哎呦，这么多歌词怎么背得起来啊？安看的都死哈，你还背不起来？盲朋友哈都会母做冒风片哦。你吞牙到安豆死，放到那个脑海里面，你有金烫烫100遍1000遍，安尼系冇？一下系有天脑，没做的帮出来，做的去名嘅天脑蛋糕嘅点字。做的慢慢的用一句一句安尼拍，坦白讲啊，有时动这个时间啊，从这个起个个人有时间没会冲唔错但是我有时间冲唔错，动就会忘眼底。但是还是希望在尽量落去拍起来啦，因为安尼真系一个较完整的表演，我做迄爱花较多的时间。古时候，大白看到玉凡一的个，不管是活动啊、晚会啦，还是在街头啊，尤其是看到的街头你100多从差不多20人跳，30人跳过的哈。差不多有时间啊，就会去看一下，有时间各位叫无创咩我唔记得，所以我可能就係我发现我自己就係一只時段可能一步嘅，我可能就衝擊到各位嚇到，各位第位時間要知道，一到各位當衝當叫無衝嘅，要再拿出嚟衝，無做嘅要練嘅成各位安尼。哇，我想大白聽我哋唱歌嘅都會想講，今邊係從不滿意堂啊，係小學生啊，還是老年人啊？我都腦擺在耳聽四方，我彈講一下當到小朋友嘅聲音，我就還有聲音，聊天嘅聲音，然後他老人家講話嘅聲音，你就會想講一下常用嘅歌位。冇做，有時我媽媽有平安喜花嘅講，一下係馬街嘅人較多，咁樣我落嚟講一下嘅。安尼都做得隨時都做得完哦。係啊，就係做街頭藝人，做得懂吃菜，懂隨性安尼。安尼挺好啊。
都会代表你会唱好几百首歌。是因为呢，因为这大家族群来照顾到。系啊，过，你特别伫听羽凡唱歌的时候吼，你都会想讲，哇，羽凡会弹琴，会唱歌哦，又留着一头长发，好，你会想讲，你特别走的，你都干脆穿个这古装的衣服啊，都底下那唱歌嘛更有特色啊。无安尼吃，俺都做迄做洋装，不过也今年的演出啊，有一只名啊，加个只听爱唱一条歌呀，都凉凉，可是替配衣买一头中国的那种长长的那种，有点类似长袍，长长的那种爱走，然后走高跟鞋走起来，就有一种莫忘的重要的感觉。穿越了哈，这首歌很难唱呢。对啊，因为说知道干用的服装当中，希诺威做当中有点怪怪样的，这个场合就系配合安尼歌曲就知道，当中就当真手，就系一种无重要的尝试吧。系啊，这条歌都难唱呢，好难唱。对啊。韩白英走的在挑战左手指月，更难。哇，这首歌嗨，下歌吼都很厉害耶！我没唱过音没哈，我就想哇，我用来唱到这个音啊！我知道一下当然就太会唱歌的啦。好，今日的个节目要唱係用翻來同分享家嘅故事，未來分享家嘅故事。我想佢哋我哋安尼走來走去，一天沒有遇到當到啲嘅路行嘅有愛慕中嘅問題，係清醒咯。等下這個來到嘅單嘢，上嚟聽羽凡來同分享一下哦。好，什麼呢？羽凡。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你身边那个人多么的幸运。你们现在的甜蜜曾经属于我和你，想着想着又哭着睡去。希望你就在这里。
段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台灣當到地方唔好行，當到參眾朋友老老人家無法度出門，你哋乜嘅係無障礙嘅設備，你靠下來創作有愛無障嘅環境吧，有愛無障。歡迎大家來到嘅節目有愛無障嘅單元，今晡這個請楊玉凡來同分享這個如何特別看到街頭藝人這個表演尤其係冇做下冇放片嘅當到人都會想講，佢那係投幣箱不用加嘅掏錢佢減啲萬人不用幾多錢，那係要合法嘅人就同佢貴爭拿走。所以我順康做我一天我有人看定，我有談過其他嘅時裝雜家的，做係可能人帶佢去做去拍 video 嘅，可能我叫手掌做啦，我做之後哈，俺呀嘅相嘅本人拿走按用嘅，俺辛苦賺點錢，其實係有嘅，但是我冇辦法呢，我身邊一天我有我看見冇做我有聽書嘅人保護我，而家小時站家就只有規定講，就係尊重啊，就表演者，就盡量每本觀眾朋友上去唱歌嘅，點歌唔怕，就係看模仿人上去叫下唱，因為家就知道安尼會下亂下複雜。我想你那係特別有些時差時間都在表演嘅 CD 啊，係啊，咩強用係你唱嘅啊，係啊，有一擺我老外去到南莊啊，有些時間。注意在聲音嚟講，指定我嘅專輯封面講，他呢，咁啊，就講一片手誒，那他媽個誒，等下聽佢唱，佢聲音當聰明哦，佢就講，唔是啊，一下佢都係唱嘅啊，因為我不用等我是啲都係口誒，有小粉絲啊。你特別看到都係媽媽也係表書嘅啦，本意是家做啲台北啦、苗栗啊，安尼行來行去安尼幾埋情況先嘛。你就會想你13年的台北大你用嘅係做故事家做，有做去賣呢。我嘅三寸其實大部分就係到攞杯買，像一下外送咩都方便。還有其實基本嘅生活做閒做的，還有時候幫忙嘅做，有時間會很零散，冇做我嘅房東其實咩不差。我有一擺按不條生意店很起來，人係大蟑螂，因為當家冇辦法水木，其實我同我處理，我就係我嘅朋友聽書，我做一啲位我冇辦法做看嘅事情。其實還好，我都台北已經係5年嘞。5年嘞。故所以嘛，計事情從唔做得時間嚟做啦。大部分都閒做得。個也係還好，有嘛計富康巴士啊，收到方便。係講呢時間我時間去，湊捷運嘛計未做得啊。係啊，到台北反而怕方便，都沒有呢啲花租，一定要有人視察，這樣做得出門。係啊，台北有公車，有捷運，有都到嘛計，本意感覺係冇方便嘅地方麼？我知道只要唔敢講，有時間唔係太敢冇聽書，係因為要到自家咩冇講啊，就使用嘛計，所以朋友咩冇辦法聽書，然後只要唔敢講，有禮貌。其實我幫忙嘅人係非常非常多嘅。哇，咁不好，都要你老講，要現在我等一下。我卡了下做安尼嘅，等你到嘅
停一下，安尼行啊过，佢講我現在我帶你去，那過馬路我帶你當一轉呢，我就是都非常的感動，因為自家一成人他們講就係，真嘅我自家做家下，真然會冇乜嘅方便，速度沒有咁慢，有人帶就會差動多，但是我當然唔同。我想大擺都係，有時嘅我自家係勇敢去講出你有乜解，你有聽書乜解，真嘅冇敢講。好，所以也下你那有打蟑螂哈，咪做對打天花本愛啦。冇打本愛做，我當驚。好，所以今日實在都很感謝哈，玉凡來同講少少哈。也想今日請感謝玉凡帶來夢想的光，未希望玉凡有一年未做得第N個電視台啊，出第2張專輯，好，未做得本當到你欣賞到你嘅歌聲。好，請感謝玉凡，什麼呢？安子say，未感謝好朋友收聽今日節目，總在邊看到獎，下個禮拜再來聊哦。上吊，黑马撒。